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6号，公元2018年5月11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开启俄罗斯科学家与佛教学者之间的第2次对话；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出席第20届印度支持西藏论坛。欧洲议会代表团表示，我们将站在你们的一边，永远不会沉默。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参访达兰萨拉。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展开讨论，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之道。流亡藏人获得2018年印度国家电影奖最佳剪辑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参加了以了解世界为主题的俄罗斯科学家与佛教学者之间的对话活动。5月3号，在莫斯科意识研究中心的协助下，藏人行政中央驻莫斯科办事处暨西藏文化与信息中心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了以了解世界为主题的俄罗斯科学家与佛教学者间的系列对话活动。此次对话活动的主要嘉宾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人性基本上富有同情心。但是我们仍然继续制造着很多问题，包括互相残杀，这是由于缺乏同情心、缺乏对70亿人类的统一性认知所导致的。尊者指出，鉴于今天的现实，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和过于关注自身利益的是不现实的，是无知的表现。尊者认为，宗教教义在倡导爱和同情方面没有达到要求。因此，现代科学的责任是教育人类的统一性，以及理解对理论的重要性。另外，第20届印度支持西藏论坛于5月6号在喜马偕尔邦麦迪县召开。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应邀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为期2天的会议，除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杰朗塔库外，还包括喜马偕尔邦电力部部长阿尼尔谢尔玛、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易西平措等约350多名印度支持西藏论坛成员。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杰朗塔库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喜马偕尔邦和西藏在1959年之前曾经彼此分享过一段国界，但是由于西藏被中国占领，在极端无奈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尊者不得不选择流亡。自1960年开始，尊者一直居住在达兰萨拉。首席部长杰朗塔库进一步表示，对于喜马偕尔邦来说，达赖喇嘛尊者选择该邦作为他在流亡中的驻席地是非常荣幸的。因尊者久居达兰萨拉，使达兰萨拉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圣地和旅游景点。首席部长还表示，达赖喇嘛尊者特别关爱喜马偕尔邦及其人民。他补充道，印度支持西藏论坛为解决西藏的紧张局势提供了适当的平台，这一行为实在值得赞许。另外，由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麦率领的以欧洲议会代表团近日到访印北达兰萨拉，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和流亡社区各大非政府组织。5月7号，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在新建的西藏大厦举行迎宾仪式，欢迎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麦率领的欧洲议会代表团参访达兰萨拉。这一代表团由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麦、欧洲议会议员克萨巴等组成。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欢迎会上致辞时，感谢欧洲议会和欧盟对西藏问题的极力支持，并指出，欧洲议会通过了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重大决议，并通过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使西藏问题推向全球支持西藏的前列。司政还提到，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使藏人行政中央受到鼓舞。
并指欧洲议会强大的呼声有助于提高西藏人民对争取自由的斗志。司政还呼吁欧洲议会和议员们支持由达赖喇嘛尊者倡导、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以及促进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与中国政府间的对话。为了表达对西藏人民的声援，托马斯麦主席希望这次的访问将加强西藏人民对欧盟和欧洲议会的希望和信任。他指出，在欧盟，我们除了对人权发出的声音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声音。在欧洲议会，我们总是有机会与大多数人达成明确的决议。托马斯麦主席还详细介绍了去年在欧洲议会的中国报告，强调中间道路政策、重启西藏特使和中国代表间的对话，并呼吁中国应对气候暖化等问题。他还谴责中国的恐怖主义法律。这些法律赋予军警可以侵犯所谓的潜在恐怖分子的权利。托马斯麦主席最后总结说：“我们希望表明来自欧洲的声援，明确地声援你们在语言文化、人权等领域里的权利。我们将站在你们的一边，永远不会保持沉默。”此外，美国驻新德里大使肯尼斯·加斯特也于5月3号至4号对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进行了参访。5月4号，大使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晤。在为期2天的参访期间，大使肯尼斯还先后2次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进行了会面。在与达赖喇嘛尊者会晤后，肯尼斯大使表示，有幸与达赖喇嘛尊者会晤，并就当前面临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特别是达赖喇嘛尊者对提升个人内心修养以及如何传播和平理念，为人类带来更广泛利益等方面的启迪深受鼓舞。肯尼斯·加斯特大使还邀请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美国。美国前政府官员肯尼斯大使于2017年11月被任命为美国驻印度大使。他曾于1月份担任美国政府国际经济事务副总裁兼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至2017年6月。与此同时，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30次会议日前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为期3天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30次会议于本月1号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主持会议，19名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主要讨论了中共19大和两会后近期中国的事态发展。他们还听取了有关中印、中澳、中梵之间的关系发展状况，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台湾的发展局势。小组成员还审议了上述事态发展如何影响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长期存在的问题。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就西藏局势进行了详细讨论，以及全球政治格局的显著变化对达兰萨拉与北京恢复对话以解决西藏问题的整体前景等。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本月3号，印度国家电影奖颁奖典礼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由流亡藏人丹增公雀担任剪辑的纪录片上映之后获得最佳剪辑奖。丹增公雀从小在西藏儿童村学校学习，之后在新德里获得文学学士。他曾为 BBC 与 NDTV 做过剪辑工作，如今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